进来的打扫一下，还说的网友们สวัสดีครับขอบคุณครับ这能进来啊，我们摩洛赖虽然来讲，在这个比利安村的这个城堡茶餐室这边吃这个好料。有韩国导演啊，其实啊，他这边有一班很出色的演员啊，也是一个非常有耐心的这个短剧的一个导演。